没认出来。不要啊，等一下，先坐。我去看医生健康，我挺你健康型，看起来好像很不错。吃的都没有什么。我就直接去吃鸡，我跟大家讲他身上，我就让我一下吃，吃鸡结束了，我们一起吃饭。
Thank you.
哇，这么东西，哪知道？不知道。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真的是准时上准时下，要管控得很好。我知道为什么这个不会超到半个为什么在北部没要很吵？谢谢。